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耶利米书第18章12到23节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假。上个主日，牧师在主日信息的当中提到了虚与实，偶像与真实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是存在的，但是虚实与真假并不是凭眼见。先不说真神与假神明，我们先来谈仆人，就是说上帝的仆人或是偶像的仆人，当时候都称为先知们。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上是从人，透过人来认识真神上帝或是偶像。人们都是从人来学习认识或是敬拜神明或是上帝。平常我们会形容一个不懂得宗教却跟着人家去到处敬拜神明的人，我们会说他是拿香跟着拜，因为是透过人来认识神明偶像的。几个礼拜前，牧师连续在2个礼拜在周报的后面呢，有谈到了一个异端，它的名字是东方闪电。这个名字是从和合本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27节来的。经文这样说到：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他们曲解将来的拯救是要从东方的世界，就是说弥赛亚是东方人啊。当然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真意但是却被这些有心人给滥用了，而且欺骗很多人。这一段经文整段是耶稣基督在提到那些假先知，然后他才说了这句话。耶稣基督这样说：那时，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：看啊，基督在旷野，你们不要出去；或说：看啊，基督在内雾中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是这样。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和合本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23到28节。假的先知所传的会是真理吗？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当然是不会当然我们知道断章取义引用这一段经文说，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。这里的闪电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出现，如闪电一样的突然，一样的明亮。但是这个明白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临，不是胡说的新基督或是女基督。从东边到西边指的是全部，全世界都看见了。这个救恩是给全世界的，然而异端假先知却刻意的曲解圣经，
就落到了耶稣基督所警告的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。我们说他们就是对号入座了。在耶利米先知的时期，人们也这样控诉上帝的仆人。传讲真理的耶利米这样说道。于是人民说：来吧，我们来对付耶利米。我们随时有祭司教导我们，有智者辅导我们，有先知传达上帝的信息。我们来指控耶利米，不要再听他的话。他们宁可去追求传讲假讯息的人，不愿意听从上帝仆人耶利米所传讲的真理。就如同最近台湾所发生的这个台湾的警方呢，很努力的劝阻解救那一些被骗的年轻人，但是还有不少人，他们宁愿听这些骗子的话，不愿意接受警方正确的讯息。上帝这样说道，圣经说：因此上主这样说，你们问一问列国，谁听过这样的事呢？以色列人民做了非常可恶的事。黎巴嫩山岩上的积雪融化过吗？山上清凉的涧水干固过吗？然而我的子民忘记了我，他们向偶像烧香，他们在该走的路上绊倒，不再走在那古道，他们走上没有路标的小径，他们把这块土地变成恐怖的地方，永远被人唾弃。过路人看见了都惊骇摇头。我要在敌人面前驱散我的子民，像东风吹散灰尘。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要转身不理他们。这里也提到了东边，说像东风吹散灰尘，这是东方闪电不愿意碰触的话题啊，因为根本不是像他们所说的。基督徒应该追求真理，并且追求在生活上，活在上帝真理的家里。保罗对提莫太说：我一面写这封信，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。如果耽搁了，这封信要告诉你，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样的生活。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。大家都宣认，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。它以人的形体显现，由圣灵证明为义，被天使们看见。它被万邦传扬，被世人信仰，被接到天上。他非常明白地提到要追求真理，避开假道学。这也是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时常在面对的挑战，经常提醒基督徒要防备假教师的教导。保罗从实务的角度这样说道：圣灵明明说了，在末后的时期，有些人会放弃信仰，去顺从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一套道理是从骗子的伎俩来的，他们的良心像是给热铁烙死了。他们禁止嫁娶，禁吃某些食物。可是上帝造这些食物是要给那些信而明白真理的人在感谢后吃的。
因为保罗又继续说道：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都应该要用感谢的心领受，不可拒绝。因为上帝的话和人的祈祷，使这些食物成为圣洁了。当时候有人用假道学在食物上做文章，使人迷惑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分辨，这是真理或是假道学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？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后蜂拥而来，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：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宝座发笑，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。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中使他们惊惶失措。他说：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：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也都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碗统治他们，你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侯们啊，要谨慎；执政者啊，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俯伏在他的面前。不然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明辨真理或是假道学，让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岔路，离开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